嘅阴谋。天那么溜的，从爱爱飞到那沙，飞到那沙，飞到老那沙变路，心都红，一代吹唔走嘅思念。天那么尖的，短短两截，飞到那沙。下盘以后母子，一年个一年还更有给米汤，爱喊起的安乐给添了苦。刘先生，啊，刘飞轮真是无来啊！来将个兄弟，我上大就无来好教，迄正经兄弟无来，结果去散呢。这年啊，就会安尼啦。想上会烫到啊，只甲上会烫嘅花，无上太多啦。伊言讲俺汉做嘢嘛喺心上，谁人哋就会安尼啊？看个世界讲嘅话啊，就冇空在心骨度诶。莫给我。俺知道讲嘅冇错，佢飞轮无来，俺竟然知道。有一些的欢喜，还减少，最近还减少哦。俺本来就唔想要做那个欣赏的啦，要是俺想要靠正大财经系无靠到，俺爸又唔许俺靠过，俺读师范太好，讲个铁饭碗。俺当然都是好欣赏的啊！俺很介绍哦，俺做一年蛮欣赏啊！俺最近动脑也就好上的哦。冇机会啦。好嘅啦，尤先生，冇事情啦。你在做嘛？冇啊。啊，还想啊，你去按过，想去参加合唱团吧？俺欠一个女高音。女高音。香啊！这个世界嘞，喊你个小面赢乐机。
见面错。做嘛搞咩都安尼啊？就安尼啊，做拍死。哪样？要开到刘飞轮呢？无对，做就做的，无没用的啊。刘飞轮唔系用人天数过去，按用开去，唔可以吃到铜牌色哦。无，唔讲来啊，没用的地空比嘎嘎，总会有人起身啊。刘飞轮，佮就算佢衰。无，我去老佢讲 ，I'm sorry 啊。你真紧动电你脑呢？莫来陷害我卡。走就走啊，唔巴当来当好兄弟啊。歹势啊，是吧？以前伊还唔上去读书的啊？哦，伊做得是深条路，不过参伊做的车全车休1加1000呢，当伊去上课。记得了，同阿爸讲出来。马盖啊，你怎么来啊？对啊，刚刚车子已经开进来了。差进去了啊！好了好了，教总啊，早就人讲过咧。哎呦，乱，什么？唔听。教授，哎，别动啊！哎呀，你来呀！哎，你快走了啊！哎，你快走！哎，别动啊！你来哈，还有面子呢。哎，哥哥，你没走吗？哦，生意你唔是从啦，唔怕。哦，泡茶。唔怕。唔是啊，麻烦啦。唔会啦，你啊挑命去查。哎呀，唔是啊，客气啦。高总，错了。哦，哎，走。哎，李东啊，实在懂歹势哦。刘飞轮同学的事情莫事先让过，歹势。我要懂歹势。啊？高总啊，办教育真辛苦，细年的啊，我转到学校读书当难，我照顾刘同学那个细年的高总啊，辛苦哦。嘿呀。我哦，一堂都有事情啊，就是骂嘎嘎，要他把文章删掉，怎么可以接人唱吧？冲嘛！啊！
错冇？会啦。啊，李董啊，唔真紧哦，免礼啦，啊！迄家家的书记传的，记住来负责。家家面题这间唔错诶，需要补送，古手技工啊，要留同学做数学复习，错冇，家家？还是哦，我硬讲一下，家家讲技术机的题咧，点唔系棋谱的，韩国家家也哈亲无害呢。我相信也能家家挺要做的，啊？好的啦，好的啦。高总啊，我今本年啊，去来看合唱团嘅，因我知啊，要倒咧，哎呀，紧张哦。啊，嗯。动起来啊！李董，你看呐，哦，唔会差啦吼，体能训练，小有安排好。请好，请好啊！下去，跑起来啊！老师，跑起来！林有发的儿子，他也能进合唱团了。哼！同学们，加油啊！这次音乐季就靠你们啦！哎呀，加油啊！跑起来！加油！靠你们啦！加油啊！加油！加油啊！加油！加油！1、2、大家，快过来吧。阿爸再见。家的非常时期，无突然面貌的事情，心掉的。好嘛，你玩头发好讲啊？家家要糖花哦，要加油哦，哈。辛苦哦，土法炼钢磨好啦。喂，今日做的摇枪，俺那个黄莺出谷，美若天仙，个熊妹相欣赏。天数俺的啦，炼土成金，不合冲团，喊较好啊！啊？仲嘛，你是想把我和黑未来参加合唱团啊？比如合唱团，真给妈该发出讲会出来呢。迄无，俺用做的平稳土锅引火机啊，跟你刚做。做唔得。你，快点啊！在搞什么？条家，我本人真好，请唔本来吃苦奶。四阿哥诶，佢裝都冇病人咧，看我默雞。所以讀書，嗰種病人怎講？你还是等国中毕业再来好了。谢谢你。看，烧饭放在学校。你问他。唔應該拄好看到最慘嘅部分啊！
碰下定年代嘅样子，看到机会，人觉得迄只卡喺同类，像係有失敗無相同。唔過啊，機會看到伊，就像狼看到天然強樣。眼覺到啦，唔會再個顧慮。我想到人狠狠進來，身上鬼咁痛，那超級勇敢。呢個叫對，係唔會斷地叫。希望啊，你參加合唱團會，阿你哦，無聽做到你改變同學對你嘅想法吧？因為啊，好好上課啊。不好意思，我看到外面有貼真人的，那這是我的履歷。那這邊請。謝謝。好吧，那就先試用期3個月好了。如果說之後合適的話，就會成為我們正式的員工。好，謝謝啊，謝謝。十八，嘿，我老講哦，我基本呀，迄尋到嘅。哦，第一位同學有條事情要老你講誒。小姐。轉去啊！興趣啊，無隨條地空嘢掉，做咩可以捱啊？劉飛倫，躺愛講啦。有，飛倫，有。唔是咁啦，上司哦，面對問題係解決問題嘅第一步。劉飛倫唔會怪你嘅。因為啲頭擺啊，該隻腳事啊，也始終不應無悔啦。叫佢了解嘅。發樹下，你是糖果夢。發樹下，開到年年嘅花，燃起很高興。吃飯了。很香哦。啊。用誒，你數團的啦。我真嘅冇數啊。哦，來，然後，等你哦。用啊。唔係。懂後生呢？還有你自己講的哦。我用按不會煮啊。來，我試一下。要擺波顏色哎，等下，來。
来试一下。真是好吃。来，各位同学，顾凤雄是要行较好嘅基础。迄个年龄啊，太阳有翻身，太阳有条路，变得行较好嘅乡镇。鼓手，献技要献技了哈！你好，刘范，献技1.5半，刘范，刘范，动，刘范，动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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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刘范，动跌线。到你面前，跌到你肩背，跌到你脚下。这是简明村偷你手机，把新闻弄出去了，很有种哈。超有种的。我弄他一下，他不知道谁是老大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咖啡。阿呆哦，新造型啊，这么酷哦！你就学刘飞轮啊，那样灌简明村。厚一点点，死不了吧？谁让你弄死他？哎，你打我！打屁！北西哦，魏佳佳，你打我，你不要打我！你这女人，这样，这样看，你这个。干嘛啊？北极村。哎，你觉得为什么刘飞人要关那个女生啊？我猜那女的一定不想吃。应该是那女生想要分手吧，刘飞轮不想，才会用毒品控制她。阿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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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会这样？阿曼，阿曼。阿曼，阿曼，阿曼，不许动！唉，算他倒霉，被警察抓到。好浪漫。
真有病！这样很浪漫。他一定有害他，害个头啦！哎，你同学是杀人犯，你妈没说什么？他是关心选举啊，叫我对他好一点，要大气，把形象做好。你妈好威哦，威！我跟他做这么久没有疯掉，才威吧？你真的需要一点点安慰。我要去看有没有警察，不然像刘飞了一样被找到，好惨哦！真的有病。陈叔来，我个半夜班拿去了。好，救命！来，先来。刘飞轮，你有跟你讲哦。你敢听到呀？无，乡下。亲爱的乡下，魏佳佳，你想去死的？爱上爱你。哎，你做那个，哎。魏佳佳，唔好个事的啦！哎，不用讲，那东西我很多。刘同学，好久不见啊，要不要一起啊？唔好个事那种东西，黑出事情就负唔晒嘞。同学来，我们停一下，要再有朝气一点。到时候你们要表演给台下的观众朋友们听的，所以你们的声音啊，要像抛物线一样，要传到观众朋友们的耳朵里面，声音要再出来一点，有没有听到？是，你讲话也没有抛物线，好不好？你们声音要放出来就对了，好不好？让我们再试一次。老师唱得很累，练习当然会累啊，表演都快到了，继续练习。同学，声音要像抛物线一样啊！哎呦，哎妈的呀！我这表演在啥图哦？叶伟啊，不会查啊？不会查，喊黑有查。永远的反对党，
你到底有冇个意见呢啊？我现在要得丈夫，请比种土。当然唔咩啊，原来有可能啊，本合冲团有会正式嘅关系啊。有想过诶，我买一条野种丈夫啊，又唔是可以多钱，就为好找一家买就会啊。俺妹唔清楚哦，问题没会是几多钱？你唔会问嘅啊？先生，做得了忙啦。继续练，呢边。有呀。一诺，一诺，老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家庭访问啊，哦，要吃晚饭啦。对啊，老师一起吃嘛。走走走走走。老闪东吃饭喽。老师坐啊。吃饭喽。这个不是学校的营养午餐。来，一怒啊，你怎么把？不要玩了啦，来吃饭。不要玩喽，来吃饭。外公的身体好一点了吗？就这样啊。来，闪东啊，这个是美清老师，他来做家庭访问。啊，这个是方圆老师，合唱团的老师啊。我之前跟你讲过，你记得吗？兄弟啊，你怎么来了？走，给俺打船去，咱们回家。回家？对，山东啊，他不是你兄弟啦。走，我们回家。老山东啊，回家。哎呀，走啊，走啊，走。我不是你我们回家去。不是你兄弟，这边才是你家。哎，走走走走。山东啊，要先吃饭才可以回家啊，好不好？来，小心哈。吃饭哈。来，来，娘蒸好馒头在等我们哦。吃饱了，回家。对，吃饱再回家哦。约翰爹吼，问题唔系爱死几多钱，爱死钱就系问题。人到底因为工业嚟嘅啊？因为个阿姐公是老农民，虽然有农民津贴，不过因为读书，佢又会抢看护，我去本医生看，一张班过去，我女儿讲。啊，政府都唔是讲嘅哦。香港所有醫生嘅時間就會允許送片檔來，冇錢哦。吕先生，其實啊，佢關心學生嘅，做乜嘅品質嘅時間啦，就跟我愛啊。講乜事啊？
无强用，我听说做得人乡下快乐，无问题。到台湾用的，唔怎会插我啦？该种快乐，唔系快乐。我爱唔快乐，我就想要快乐听听。理由？我想要人乡下，人乡下，我听说会同快乐。我想要改变，我弟唔比冰姐搁较厉害，我想要人强用。运动故事吼，我弟我妹兄。哎，Anton。转来。哦。要做得在天出热情的舞台，就是新民高中表演艺术科的同学当地排练的环境舞台。哎，阿爸，他们都天师的啦。哎，那造势活动中了，Q 了不起，换够吧，你没爱。表演袂多的啦，练冲过，练到动 Q 的呢。你真平常嘛只会冲过呀？阿莫呐。我喊来啊。你是做什么的？我老记得是因为无强用，我听说做得人乡下快乐，无问题。哟，了只教师啊，今日输久不止，心情唔好啊。永曼，最近来打工打得永曼啊？系做顶用班，唔就安尼。就安尼啊。你遐凊到跳舞咧，还未上专业学校读书吗？其实假使讲你唔上专业啊。我唔会强逼你去啊。其实，我和迄想讲，为了过总统兵役。哪一出人讲啊？你莫过重要学历吼，是哪位像嘛喊唔通啊？第一啦，你莫啰嗦啊。哎，出来，家该找到青年，我都魏佳佳呀。是吧？他真的很烦你，真的有偏啊！又偏，马上都偏。咱厝顶照谁来哦？当囡仔阿曼的相片哦，起码又偏。唉，伊讲哦，迄大松迄个安定影响安将的什么的，也冒出来。唉，搞到坏朋友啊。有讲了。伤心也来想，假使讲做咧从头来讲，但是我干嘛不允许亲阿曼？假使讲阿莫不允许，你俩还会变做样板？为伫各种，还可能上边的
看你的相片。莫看我的相片。我说算按救，唔等于按变态呢。嘿啊，俺属于变态啊！神父爱你，神父想改变世间冷漠的常态啊！俺大白佬乱动正经，你嘛啊哒哒的。好啦，该种事哦，唔是硬问题。就算唔本来去，也很去不去。该魏佳佳呢？福建，南用地有土冇？清明100几飞，所以很迄便宜。唔识，就係唔想去福建，唔知佢會老嚟做對哦。是就是啦。骂你啊！还是？虎，大跟上！我是现代的哈林。世界哈林，你的发音不对啦，是这样唱。俺是现代的哈嘎尼，世界的哈嘎尼。哎呦，我的发音怎么会对嘞？我绑站呢，我是现代的绑扎，世界的绑扎人。我有丰富又精彩，喂，阿美是文化哟。叫你们2个尺寸给我开启同学会啊！啊！全部给我到台上站好，快点！各位同学，这一次的服装啊，是庄连杰的妈妈特别为我们赞助的，所以呢，庄连杰也会为我们制作服装的部分。那我们现在就用掌声谢谢庄连杰还有她的妈妈。对不起，我知道了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刘皮伦，唔着阮爱人，着向下冲，唔是先做问爱谈的。你学会港一号中等啊？用诶，做唔得啦。东仰佛仰啊！来，佛仰。因为阿 K， 同刘皮伦量一下。好，准备好了，那我们要来了。你。
台站家己拍冲团哦？唔系，跟人做嘛诶？差唔多做嘛。继续拍影片来了，眼很甜哦。你们想跟328一起唱歌吗？不想。你们想穿娘帽的衣服吗？不想。不想的话就跟我一起抗议，来，大家喊！大志，你不要这样啦，我们都准备那么久了。我就是要啦，我就是不想跟328一起唱歌没。哎呦，这样有什么关系？如果我们一起出去表演，我就可以唱歌给老山东听呢。那是因为你还有老山东啊。我爸才不想听我唱歌嘞！我们要用行动来抗议，不要跟328一起唱歌，不要穿娘帽的衣服，来，大家跟我抢！抗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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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乃嘎嘎有万众瞩目的焦点，然后遗憾后，乃嘎會看到我。我也係冇相干，也前度有人愛捱咧，也就冇快樂啊！冇快樂，冇快樂，冇快樂咪笑啦！你點解笑啊？不想唱歌就給我退出合唱團，通通回去算數學。你個聲音真係動快，愛明白。也就唔會吃痛哦，就會用鐵嚟激你。奶妹啊，堂堂都冇做唔夠衰。未成年少女哦。因為我嘅唔係愛，我日爸強要，我嘅愛嘅錢。全軍你開嘅啊？屬性上咩人愛分數咧？用锐利的眼神看向前面，爱成功。